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嘉义中部一间私人的公庙长道火，结果火大囡仔红小死，各有3个人受伤。美国甲罗西亚总伫沙特阿拉伯举行高层会谈，虽然乌克兰甲欧洲国家无参加，也毋过美国达成4点共识。菲律宾的巡逻机去南海的黄岩岛巡逻，却拄到中共的海军直升机逼甲真近，离不到3公尺，双方是互相指控。来看嘉义县中部乡一间私人的公庙，昨暗头啊着火，查甫祖甲查某祖，各有2个囡仔，各有2个查甫囡仔伫厝里。消防人员伫现场先救出老大人甲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另外一个5岁查甫囡仔互烧甲绑起的身体缀条的，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了。苏林宫的铁门烧甲乌麻麻，光线嘛因为高温冷去，连厝边厝内的壁砖嘛因为大火高温落一大堆，可见火势真大。他那铁那门打开吼，都是火。内面神明遐拢一定人来拜拜有香啦，有遐神明要拜拜啊，是啥使用的用品啊。嘉义县中部乡这间私人宫18晚暗6点外发生火灾，火灾的时阵，外籍康户拄啊好出门拼粪扫，厝内单剩86岁甲79岁的2个阿祖，阁有2个4岁甲5岁的查甫囡仔。阿祖年岁大，无法度带囡仔逃走，4个人拢受困。其中5岁查甫囡仔互发现的时阵已经过往。拢袂歹啊，嘿，啊平常时佫拢会下假叫咧。啊嘛，拢我若门开开，拢会去阮兜咧。厝边唔敢，家属嘛哭了真伤心。据了解，2个查甫囡仔是结拜兄弟，因为爸母拢伫外地做工课，平常时由阿公阿嬷照顾。但查甫囡仔对幼稚园放学了，会先留伫阿祖因兜，想袂到煞因为火警造成1死3伤。我就过平啊，就敲电话就讲火烧，我先赶过。哈。原本拢是几点会甲带转去？应该6点外啊。防救出来2个阿祖甲4岁的查甫囡仔，搁伫病院继续医治观察当中。火调人员透早嘛到现场斟酌查看，希望会使赶紧厘清起火的原因。公视新闻林伟霆、陈焕武、陈显坤家己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透早平地上低温是伫苗栗山湾，只有9.6度。因为冷气团减弱，温度豆豆回升了。也毋过哦，好天气可能只有拜3甲拜4。对拜5开始哦，阁有另外一阵的大陆冷气团落南，天气哦会阁变甲真寒。大进入到24节气内底，雨水表示落雨增加，温度会回。暗过春天有时寒有时热。拜3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山湾，只有9.6度。这时冷气团减弱，气温豆豆回。暗过帅气拜5方面风季，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天气阁会转冷。最冷时间目前预估上会是落在下周1的清晨。所以在低温的部分，目前看起来低温北部跟东北部大概是11到13哦，那其他地区大概12到15度左右。那至于到周2清晨，其实也可以再观察它的一个低温情形哦，可能会有些辐射冷却效应。在强度方面，气象组研判，较大的机会是冷气团为主。不过有气象专家有无同款的看法，因为自3尾暗开始到24，有受强烈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寒流影响的几率。用气象署标准来讲，若台北测站出现10度以下低温，就会定义是寒流。上冷的时间点伫24半暝到25透早下探10度。可能去冷几啊天咧。咱即马看起来上冷的时间24半暝啊，甲25透早上冷。苗栗以北、康平所在7度甲9度，台北站9.5甲10.5度。冷空气一波煞一波，爱拜3、拜4这2天的好天气，气象署有讲，20暗时到11透早，中部地区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南山落雨几率。若水汽甲温度配合，就落雪可能。民众依然爱穿好少，唔通轻视低温的威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立法院将进行总预算的调研协商哦，也毋过嘛是个破局。立法院中韩国事是呼吁行政院无应该凊彩就提出复议，认为讲阁有动用预备金追加预算等办法会当解决。也毋过林也嘛批评讲，这款做法对行政机关是二度伤害。行政院嘛强调讲，若收到总预算案，已经会来提出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上次接待日本那个侨界的好朋友来自东京的，来到这里，大概1、2个月前，第一件事就拜托
我们在日本很辛苦，奋斗了这么多年，拜托我的娘家台湾立法院不要再打架了，好吗？立法院长韩国瑜19早起接见日本华侨回国致敬团，看起来真轻松。不过为解决经济下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韩国瑜前一日下晡调集朝野协商，说是破局收场。最后参考，若政院无提出复议，那安尼伊在是建议，和共同团调会赶紧排预算改动案。行政院业务会指向闹困难，应动用预备金，甲若市政府有提出追加预算的必要，就提报告送立法院审议。说用韩国瑜所讲的追加预算的方式，又或者是用第二预备金的方式，那我就先问，这是不是表示连韩国瑜或是蓝白两党也感受到？我们在1月21号所审的总预算就是乱砍。民进党如果已经是先决定了要复议的这一条路，那你再去找韩国瑜院长来做协商的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帮这个韩国瑜院长去下个小套子而已。民进党团批评韩国瑜甲阿伯联手，互受害行政机关极度伤害。国民党是强调法定定数免改，呼吁基进党提出审议。为了让政府能够正常运作，行政院收到总预算案之后，会演绎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立法院按算19将总预算案送出，对是不是提起复议案，行政院敢若表示，为了让国家继续稳定向前，会透过各种方式继续努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受到全球关心的美国甲罗西亚的会谈，暂伫沙特阿拉伯举行。虽然乌克兰甲欧洲国家拢无受到邀请，也毋过美国甲罗西亚会谈是超过4点钟，嘛达成4项共识。两国的高层会来促成战争赶紧收煞。也毋过，罗西亚针对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表示讲这因无法度让步。美国总统川普昨嘛批评拜登政府造成战争恶化，嘛批评乌克兰甲欧洲伫过去3冬都无出现甲罗西亚谈判的机会。这次伫沙特阿拉伯首府里亚德美俄会谈，是俄乌战争将近3年，美俄高层第一摆接触。会谈进行超过4点钟，会后达成4项共识，包含美俄同期建立参详机制，人民高层团队用持久延续，而且各方拢能接受的方式，赶紧结束乌克兰冲突。甲战争结束了后，美俄将对地缘政治等议题进行合作等。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强调，为结束战争，各方拢爱让步。In order to bring an end to any conflict, there has to be concessions made by all sides. 罗西亚是坚持伫北约扩张，乌克兰加入北约，甲北约部队部署乌克兰等3件事件顶悬绝对袂让步。也批评美国前拜登政府使人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是战争爆发的问题之一。крупнейших ошибок Байдена и е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и что, будь Трамп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он бы такого не допустил. 罗西亚18回应，乌克兰有权加入欧盟，不过免加入北约，也强调若是有必要，总统普廷愿意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即马伫土耳其访问的泽伦斯基18时表示，任何结束战争的谈判，拢应该达至乌克兰甲欧洲，甚至是土耳其。泽伦斯基已经将原定访问3个行程延后到3月。美国总统川普18伫非洲批评前总统拜登伫俄乌战争当中做真侪错误的决定，也对乌克兰甲欧洲国家一直有怨言、无受邀请谈判表示不满。佢认为因这3年来应该做的拢无做。Well, you've been there for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ended it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it. You could have made a deal. 包含欧洲国家领袖甲国际专家拢认为，这场第3个美俄谈判一开始就倾向罗西亚，美方对于俄国做出伤过侪让步。普廷也透过这场会谈测试美方的底线。法国总统马克宏19会一摆针对乌克兰战争开第2摆欧洲甲非欧洲国家会议，参详对策。国视新闻景焕庆编译。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就展现要互已经战3冬的乌俄战争收煞的企图，嘛促成美国甲罗西亚先来展开会谈哦。昨美国甲罗西亚会谈煞嘛宣布讲有达成共识，罗西亚嘛强调因的底线。这场的会谈详细内容甲影响，今日解判新闻，咱就请吴欣来为咱分析。是主播，2月18，美国甲罗西亚团队伫咧沙特阿拉伯会谈是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伫会后表示讲，这摆会谈是向前
重要的一步。美国甲罗西亚到底讲出啥物？咱做来看。即摆美国甲罗西亚团队伫咧沙特阿拉伯会谈是达成4大共识。第一，就是讲建立一个沟通的机制，互美国甲罗西亚关系会当修复，互两边的外交团队会当正常来运作。第二，就是讲美国甲罗西亚双方任命 high level 高层级的团队，用久长、用各方面会当接受的方式，赶紧结束俄乌战争。过来，俄乌战争结束了后，美国甲罗西亚针对地缘政治这议题落去讨论、落去合作，投资甲经济嘛包括在内。上尾一点就是讲，美国甲罗西亚爱继续直接，确保头前讲的这3点会当顺利完成。不过，罗西亚嘛咧试美国的底线，因伫咧会谈当中提出新的要求。罗西亚这边讲有3点，因是绝对袂让步。第一，就是讲北约扩张，意思就是讲有新的成员国加入，因定着袂稳准。当然，乌克兰嘛袂使加入北约，也北约的军队禁止部署伫咧乌克兰。规个会谈，美国甲罗西亚代表因是讲4点外钟，不过无讲到川普甲普丁会面的日期。因本人当时要见面，也无确定。无确定的也有乌克兰哦。美国讲即摆会谈是向前重要的一步，乌克兰敢有伫咧这一步？俄战争咧拍，主要拢是乌克兰的地土互罗西亚占去，应该爱是会谈主角的乌克兰。当咧，乌克兰甲欧盟国家拢无互邀请去会谈，无邀请去谈判，也泽连斯基就讲话啊，伊中国讲，若无乌克兰同意，就无法度做出结束俄乌战争的决定。也法国总统马克宏今日会个针对乌克兰战争召开第2摆欧洲甲非欧洲国家会议来讨论对策。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判新闻，甲时间交等由主播。感谢吴希望，咱继续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昨个表示讲，要来针对汽车半导体晶片佮药品，要扣25%的关税，上紧4月初2要实施。川普嘛表示讲，一寡全球的大企业拢已经向伊表示讲，要转去美国投资咯。针对汽车的关税，因为咱台湾无汽车出口到美国，所以是无影响。也毋过，若是汽车的零件嘛要扣关税，这影响就真大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推动关税新的政策，除了真正针对中国加扣关税，第2日宣布钢铁、阿鲁米制品嘛扣关税。18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甲总统备忘录的时阵表示，按算汽车、半導體晶片甲藥品嘛扣25%的关税。Yeah, I probably will tell you that on April 2nd. But it'll b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25%. 川普表示，汽车关税税率会是25%，若半导体晶片甲药品关税税率嘛是25%左右，或者是更较悬，而且是一年来大幅度加悬。就算川普讲汽车甲晶片等等的关税会伫4月初2实施，不过嘛会予业者时间，互因来美国投资。川普讲，只要企业去美国建厂或者是设厂，都袂有关税。Been contacted by some of the bigge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nd because of what we're doing economically and through tariffs and taxes and incentives, they want to come back into the United States. 国内专家分析，针对川普汽车的关税，目前咱国内并无外销汽车去美国，不过川普汽车的关税嘛，包括汽车相关的零件，对台湾厂的冲击是真大。如果说这个东西以后也要到美国去，那就牵动到厂商要在台湾跟美国去做产能的配置。那同样的车灯的厂商、保险杆的厂商。板件的这些厂商也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说今天让你扣25% 的关税，我还是有利可图的话，厂商基本上不会想要做太多动作。专家分析，台湾厂若去美国设厂，都要考虑产业自路、工课场的文化、劳工的差别等等。虽然川普透过关税把生产扭转去美国，不过嘛可能会致使美国的物价加悬，民众的薪水若袂着通货膨胀，等都会对美国的经济不利。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南太平洋国家库克群岛，将公布甲中国签战略伙伴协议的细节咯，包括加强双方海底采矿的合作。这份协议嘛，互纽西兰是真关心。库克群岛的总理即嘛是面对在野党发动无信任投票，也毋过伊嘛是强调讲，库克群岛无应该依赖纽西兰。几日摆民众伫首都阿瓦罗阿国会外口抗议，因不满总理布兰甲中国签署战略谈判协议。这条标语写，阮要保有纽西兰公民权。库克群岛18公布协议的细节，内容包括甲中国合作海底采矿。正因为这个协议，第国来引起抗议，嘛甲伊向维持自由结合关系纽西兰发生真罕见的外交冲突。
The actions of our Prime Minister in the last 3 weeks has been someone of a person who thinks he owns our country as his own business. He's wheeling and dealing and making deals around the world. 库克群岛的总理布朗即马面临在野党发动无信任投票，不过也是大力主张库克群岛无应该拢靠纽西兰的施舍。这个协议并无讲到联合安全倡议，这和中国甲其他南太平洋小国签订的协议无同款。布朗14日去中国出席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闭幕式，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共同见证签署几项双边合作的文件。不过，迄当阵无见到东坡协议的细节，包括中国答应提供的资金。中库之间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库克群岛有15000人，旅游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来源，而且嘛有大片的专属经济区。由纽西兰提供大部分发电的资金，是一个甲纽西兰自由结盟的自治国家。库克群岛的百姓会当同一个时间有纽西兰的国籍。根据宪法，因的外交甲国防由纽西兰来代管。不过，库克群岛嘛爱就任何可能影响威灵顿的代志，甲纽西兰保持联络。这届布朗去访问中国，都拒绝把协议的内容提供给纽西兰的官员，因为安尼引起纽西兰的谴责。有分析家认为讲，纽西兰甲库克群岛共享护照、军事甲宪法的关系。即马煞起冤家，代表北京向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提出善意甲好感有成功，这嘛是互西方国家反制中国势力去拄着一支倒头锤。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南海的局势又搁真紧张。菲律宾昨是带外国媒体坐巡逻机去南海的黄岩岛巡逻，过程中中共的海军直升机离菲律宾的巡逻机无到3公尺，双方嘛伫空中停30分钟哦。菲律宾是谴责中共的行为，解放军南部战区是呛菲律宾非法进入中国黄岩岛的领空。南海冲突严重，新冠区域局势紧张。菲律宾有一台渔业加水产资源局的飞机，就被载着外国媒体去南海黄岩岛为进行隔空巡逻。无想到讲，中共的海军直升机出现伫咧附近，那是来回飞，还佫飞到这台飞机的倒手边，上晚是无到3公尺。双方伫咧南海的天顶经差不多30分钟，惊险的画面也互飞机顶的外国媒体翕来。You are flying too close. You are very dangerous and endangers the lives of our crew and passengers. Keep away and distance of your aircraft from us. 面对着强机挑工挖滚菲律宾的飞机，讲要甲因赶。菲律宾的飞行员用无线电警告强机的飞机飞伤化伤危险。菲律宾海华防卫队也指责中共侵略性攻击行动，菲律宾方面会维护南海主权。Well, according to the pilot, there were 2 instances that the Philippine Navy helicopter did a dangerous flight maneuver. The first one, it came close at a distance of only 3 meters. Less than 10 feet. 菲律宾一架 C-208型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领空，还颠倒是非黑白，散布虚假叙事。中军南部战区是抢下菲律宾非法纵入去中国黄岩岛的领空，中军是依法追踪驱离。学者分析，东海南边的黄岩岛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共透过战狼行动，想要将黄岩岛摕来，等于是控制整个南海。假如把这个在东部的这个黄岩岛整个牢牢的掌控住的话，那它在对整个南海的这个主权的这个伸张来讲，它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因为你要进入台湾海峡的话，你一定会从所谓的南海地区的经过。学者讲，菲律宾无法度单独对抗中共，所以会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联合军演来阻止中共的南海军事扩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消息来看，2021年伫疫情期间，有民众去超商哦，店员提醒伊爱挂喙暗，结果这民众刷夹刀啊，提示店员，高伊经一审是认为，嫌犯将家凯案发了后，有留伫现场向警察来交代案情，有符合自首的要件，所以是依照刑法的规定会当减刑，所以判伊无期徒刑。嫌犯伫2021年的11月2日透早去超商买物件，无依照规定挂喙暗，超商的店员提醒伊，结果伊就甲店员冤家相骂，落尾是摕刀仔提示店员。所以嫌犯讲伊有精神的疾病，当时因为有食药啊无意识，看监视器的画面，才知影讲伊家己有杀人。一审的时是以杀人罪互判死刑，二审是该判无期徒刑。最高法院质疑调查的过程无由厉害的专家机构来鉴定，所以发回经审目，
更以经一审今仔是判伊无期徒刑。再来看台中市的都发局要求成功3月，佮爱甲外墙的危险物拢拆除，暂时最后的期限。都发局嘛甲结构技术去检查，也毋过认定讲佮有安全的疑虑，所以罚成功3月30万，嘛佮要求讲2月进前就爱完成，3月15进前嘛爱交外墙的时间安全计划。台中成功3月起步了后，外墙受损，而且有袂少建材、窗仔坑也佮有微无结构，到搭也挂伫咧外口。虽然成功3月连续2天派人进行高空移除，而且伫咧18向台中市都发局提送证明，也毋过都发局也是认为有公安疑虑，搁一届裁罚30万块。18号，他跟都发局这边告知说，他已经完成清除，并有相关技师的签证。那我们后来认为应该我们要再去做确认，经过现场的确认的相关资料跟照片跟现况的研判，我们认为它还是有危险存在。成功3月18下晡表示，已经甲牵涉危险的部分完成移除，而且会同建筑师确认。也毋过台中市都发局18要暗下随会同相关的技术前往检视，发现起步发生的楼层，也有被破击的部分，也是有袂少毁损的建材挂在外口，判定落入去会造成危险。除了开发以外，限期伫咧2月25进前完成，另外也爱伫3月15进前提交外墙施工安全计划。目勘查起步现场的建筑师也表示，外墙受损严重，确实有立即性的危险，要量早来处理。帷幕的部分跟主结构都已经脱离了嘛，哈，那这一部分如果有地震来，它可能会再脱离，好，那所以再脱离，而且它是属于高层，它可能因为会有风，它可能飘的距离不是说垂直落下而已，它可能会有一个伤害。成功3月表示，安全防护计划无到周至，会赶紧修正提出完善的计划。也那调查方面，台中市消防局目前也无排除是瓦斯瞬间燃烧，也毋过原因也伫咧厘清当中。检方也伫咧18，搁一届团成包括员工，也搁有工人等5个人，信后请回，目前拢总团成22个人，也毋过也无人封列做被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大传出有偷袭的事件，昨有一个查某同学发现讲学校的性别友善的便所有人在偷袭，赶紧去报案。警方调查嘛指出讲，这相关嘛是台大的学生，会来厘清案情。台大嘛表示讲，已经要求学校的警察要爱加强便所的安全巡逻，嘛爱来进行反偷袭的检查。警方接到报案，赶到台湾大学，当场抓获的嫌疑人现在在里面。这16人被抓，抓不出真大的动静，员警直接将伊带走。学生看到这一幕，拢怀疑出什么代志，原来是台大校园也出偷袭的事件。有看到有一群警察，但是不知道是偷拍。听说有这件事的话，可能就会尽量不上这种。学校内底出现偷袭的人，伫18下晡3点外，在外籍女童区伫台大普通教学馆1楼的性别友善便所，向予人为空旁用手机偷袭，也甲大声叫。警方到场查缉，抓到的现行犯是共校4、5个学生。如果有女厕，我可能还是会选女厕。厕所里面洗澡，然后看到旁边有男生，可能心里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学校证实，后来发生偷袭的事件，涉案人疑似为假绑架地面的空旁用手机偷袭，不过实际案情还佫等警方调查。目前已经要求驻会警加强对便所安全巡逻加反偷袭检查，也会全面检讨后来15个性别友善便所相关硬体设备是不是需要强化。我是觉得良性厕所的概念是 OK 的，但是在设计上面有没有可能让双方都感觉到有一定的一个隐蔽程度，或者是隐私有受到保护的一个状况，才能够避免我们讲的这种偷拍。校方发出偷袭的事件，警官基金建议加强巡逻、大警记、设紧急求助铃，也点出性别友善便所的设置相关规划也需要温书，唔通互人去便所，就爱行行行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大家防诈骗的金额至少拢上亿。最近云林县有民众发现讲，家己受到爱情交朋友的投资诈骗，损失1000万，去向警方报案。警方有抓到嫌犯，嘛依早起洗钱防制条例，甲这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锁定嫌犯后，立即申请收钞票，
又譬如小组出动，顺利逮捕犯嫌，因为有一名男子被以假爱情交友投资诈骗，犯嫌以网络爱情交友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佮鼓吹被害人购买虚拟的钱，总共盗了1000万被骗。我总金额大概就是在1090万8800元，然后等到我发现说这整个是被诈骗的时候，其实已经都来不及。这个最新设计的这个打诈仪表板，那看到我们这个假爱情交友的这个诈骗的手法。他发现他一直没有办法出金他因此他知道说要赶快的跟警方做结合合作来打击诈骗集团。在中华有一名妇人被投资诈骗，好佳在和警方合作，第一名交100万现金时，当场逮捕诈骗车手。另外，台中有一名70岁林姓妇人，日前到要求要领现金23万，表示保险员要到厝收保险费。被行员查挂有异状，赶紧报警。跟出来人询问后，才无被骗。经远警解释后，该妇人可能遭遇假投资诈骗，该妇人才打消提领念头。警方表示，为了提供民众会当查看上新的诈骗案例和手法，警察署设立105打诈仪表板。今年1月份，全国受理13000多件，受骗金额高达95亿4500万。但近期1礼拜，2月11号到2月17号，毛受理2778件，损失的金额就超过15亿。主要诈骗手法嘛是假投资诈骗，民众袂当无防。公司新闻王伟雄综合报道。2024年世界疫情产业报告今年伫台湾发布中文版内容指出讲，目前全球新的疫情基础是有减少的趋势。也毋过一寡新型、小型的核能厂 SMR 反应炉是接受到科技业者的期待。2024世界核能产业现况报告显示，全世界核电装置用量下降，企业国家减少基础，动工率也下降。但是，伫目前科技界主流看法是认为，风电加太阳能恐惊无适合基载电力，因为大家这么希望的是一种新型的小型核能厂。一般叫做小型模组化反应炉，简称 SMR， 是比传统核分裂反应炉更加小反应炉。一直到2024年10月，包括微软、Google、亚马逊等公司，拢甲核能新创公司签约要买电，希望新增加的 SMR 反应炉会能将资料中心所欠的电补起来。To the fact that these large cloud companies are increasing their emissions and through their use of fossil fuels. 另外，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伫最近传讲将会比照美国设国总部的规模，伫台湾设海外总部。庞大用电需求，即马台湾也面临着深受法度用热电来供应。Amount of time it takes to build a new nuclear reactor is about 10 years. And to do the preparatory work to build a new nuclear reactor can take another 5 to 10 years. Whereas if Taiwan were to build up its renewable energy capacity, that can be done on a much shorter time scale at a much lower cost. 大规模的使用再生能源，有供电不足的问题之外，那因为它本身的不稳定性，它还是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考虑让我们的核电厂延役。不过，李明是认为，台湾的能源转型依然在进行，天然气使用量继续的增加，台湾的能源结构将来做进一步的调整，才有法度减少对进口的化石燃料的依靠。因为核能发电、飞核加远加能源安全要哪平衡，依然是一个正困难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巴黎奥运博胜区的金牌选手林玉婷受到真侪性别事件的攻击教育部是找林玉婷来翕反霸凌的宣传影片，鼓励学生看到有霸凌，就要勇敢站出来，来帮助被害者。教育部嘛暗示要投入2亿2000万的预算来防治霸凌。在巴黎奥运时间无端卷入了性别议题，也让影片以巴黎奥运博胜区选手林玉婷奥运期间拄着性别事件开始讲反霸凌的重要性。教育部找林玉婷做反霸凌公益大赛，做电翕反霸凌的影片，嘛到师大附中宣导。教育部为了防治霸凌等等，也投入2.2亿的预算，协助全国高中以下学校进行学生辅导工作。校园这个霸凌防治里边有提供了2.2亿，是支持学校里边办理一些教师的真人跟学生的许多的一些防治霸凌的一些活动班级这一个经营里边，我们怎么样去提醒，能够将心比心，
能够有一个更多的同理心，能够对同学之间的情绪能够有更敏锐的觉察。教育部希望透过影片鼓励学生主动伸出援手帮助别人，也勇敢找人斗相共。但是有学生嘛提出质疑，拄到霸凌向老师报告，敢真正有效？苏大附中讲，老师通集合济资源来帮助被害者。如果今天当我们是受害者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确切要怎么做呢？就是跟老师说会有用吗？应该不能只跟老师讲吧。不管是他自己，或者说有同学陪他来找老师，老师就可以，那是一个起点，可以把相关的资源通通都拉进来。苏大附中辅导主任嘛表示，经过学生通报，学校会结合各种帮助的资源，亲像对霸凌者介入辅导，甚至是启动调查，会让被霸凌者得到帮助的机会。教育部表示，为了推动反霸凌工作，也建立反霸凌调查人才库，办理事件处理甲相关人员的研习，积极推动霸凌防治。记者温玉凯台报道。为了达成2050年净零碳排的目标，基隆、双北市有桃园合作减碳价金破坏的计划，去年是有超过33万人参加，计共是减碳超过4万吨。企业嘛推动绿色办公、电子公文的系统，有甚物减碳的撇步，咱做伙来了解。迈向2050净零排碳目标，占全国总人口4成700头，连接910万人的共同生活圈。4个县市做伙响应绿色运输，也进一步合作减碳资源破坏计划。只要一直使用公共运输，就能累计减碳量113年度使用人数超过33万人，总共累计的减碳量超过4万吨。我们从去年4月推出以后到现在，我们已经累积33万人参与，而且达到的减碳数目来到4.4万公吨的减碳量，这相当于115座大安森林公园1年的碳吸收量。基隆每天有10万人要搭乘我们的客运跟我们的火车到台北、新北来上班，再回到基隆。所以不论是减碳存折、1200月票、大众交通工具，对我们基隆民众的生活方式都至为重要。伊拉企业也发挥影响力，包括绿色办公、推测电子签约系统、减少纸本的作业，也鼓励员工加济大众运输工具。同时也提供接驳车的服务，希望会当帮助改善台5科学园区交通塞车的问题。我觉得旅游业它最有价值的是，我有1000多个导游，他们就是绿色领队。如何透过导游传递讯息，让消费者对于永续这件事情在旅游中产生共鸣？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员工来记录我们的这个减碳的额度。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鼓励我们的员工来积极参与一些相关政府的一个减碳的活动。800基头减碳存款破坏运动，114年度主要是用对奖制的模式，每个月达到20公斤的减碳量目标，就让家己经奖品登录兑换，目标是40万人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航空社开发案，安地主体自好8月地当搬入去大陆，也毋过因为去年9月央行的限贷令拆迁户办贷款嘛出问题，市政府嘛为安地户来争取会当无受到限贷令贷款成数的限制。政务委员陈金德嘛指示相关的单位都要协助优势来办理。这片全新的大楼是97安地主体。航空城安地主体行建工程慢慢完工，按算伫8月就让大入去。不过去年9月，中央银行颁布限贷令，安地户办贷款也被卡条的，认为政府开的支票无兑现，拿贷款成数降低，也无固定的优惠利率。本来住得好好的，结果被强制拆迁，碍于政府的配套以及一些贷款措施，让我们压力增大，原本好好的生活被打乱。政府答应我们8.5成，结果现在不管超龄或是说子女担保，都不容许8.5成的这个贷款。再来一个就是说利率方面的话，他们是用活动性的这个利率。经航空城安地主体拆迁户有1412户，安地主体按算今年2月到3月会当摕到使用执照，4、5月开始通知纳款移转登记甲验交处。8月就让家厝交予安地户。
现在一般民众要贷款，大概都要排队。那因为我们航空城的所有的安置户是配合国家重大建设，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放宽这样子的限制。地政局讲已经向中央反映，希望让放领为安置主体，一个安置规划中间的贷款规定，应专案优先携贷，一个放领成数的限制。政务委员陈金德也指示，请中央加金管会、财政部联合协助优先贷款。强调，升起后签的期程未过再延，一定要在2026年进行完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南林德区太子庙的公车站红乌白话，佮写永远怀念这4个字，那亲像咧办丧事，学生开始看甲真无爽快。台南市公文处嘛已经甲道拢清掉了，嘛呼吁讲这款行为违反社会法，是当罚3000块。公车站互人用太布搭调咧，单车的民众感觉怪怪，毋过嘛无加问。伫咧台南林德区太子庙的这个公车站，最近去互清洁队员发现，才互人乌白乱做，用喷漆画出个别色的微商，顶头搁写永远怀念，互人看到心惊惊。遮有一个，迄种人咧丧事的，迄种迄落一个头的，迄落喷漆的，迄落，嘿，怪怪啊！我都传信息给因讲怪怪的。会让大家会有吓到，如果晚上公车亭这样亮着，突然看到，也会这样吓一跳。好像在悼念那些亡者啊，对，所以有点在诅咒人啊。民众反映互民代，佫先用太布甲搭起来，较袂去甲人惊到。因若民代到现场会勘了后，嘛感觉看起来是真眼药，要求追查是啥人咧变鬼变怪，嘛呼吁交通局着爱重视公共设施的维护甲管理。对此，公文处是表示，收到消息了后，就随派人去清除。民众看到的观感也不好，而且毛毛的。其实是，涂鸦其实是一种艺术啦，在卖大这个公共的这种设施上或许会比较好一些。针对民众这个涂鸦的这个行为，非常不可取，破坏公物，而且影响大家使用的权益，并且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可以处3000元的罚款。公文处强调，台南市单车的设施拢有分区交予外包的厂商来维护，不过全市有超过4000搭，差不多半年才会当巡一届。民众若是有发现设施受到破坏，会当先通报1999来处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桥仔头科技园区今年会完工，厂商已经陆续的进驻，嘛造成北高雄常常拢有大车出入率是真危险哦。高雄市政府规划高铁桥卡的第39线延伸道路，今仔已经正式动土，望讲会当来消透桥仔头科学园区到公山交流道的车流。大车来来去去，国道1号公山交流道的车流量原本就多，即摆附近的桥仔头科技园区是哪建设，厂商哪进驻，因为欠缺联络道路，要入去园区的大车，落交流道了后，拢会挖对安东街一摆，大车行4条路，若差也真危险。拢大车咧走啊，无迄落啦。你感觉会危险无？危险是一定危险的啦。卖大家足严重的，因为咱这本地大车也足侪啊，而且即摆个桥科建设落，你像即摆时间大车真正有够侪，所以阮足困扰的啊。市府19举办动土典礼，打算要伫高铁桥骹做一条新路，连接186线甲桥口道路，希望会当减轻地方的交通负担。这条路也当串联络到桥仔头、南仔溪这3个科学园区，互规个交通路网更加完善。伊若开的路有够大条，伊若咧过较方便，因大车通常拢会走新的路较济啦。因为我真正嘛开大车的人，我嘛袂介意开这种小路。毋过为什么因会开小，就是较紧安尼尔，对啊，大家拢赶时间，无法度。规个桥区交通计划，中央是打算要起3座高速公路桥卡的暗坑，新的国道交流道，甲一条第39线高铁桥卡的延伸道路。这条新路长1.4公里，总经费30亿6千万，双边拢是3线道。南边一定今年底要完工，到时敢会当消透当地交通，地方拢真关心。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来看台东县政府为着要减少老大人碰见的意外，来推广智慧型轻也是挂的紧急救援的系统。今年要扩大来办理，有建议实施，也毋过无伫身躯边的老大人买当来申请哦。一个月只要450块，中介收入后，计当专业来补助。这个月初，伫地上一个70岁阿嬷透早一个人找无转去的路。顺路警车发现，将伊带转去警局，个联络亲人带转去。
发现有一阿嬷拄着助行器，于清晨独自待在雨路中，险象环生。关警局统计，今年1月都发生8个老人加碰见案件，偏向上升。大东县毒击的老大人比例全国第一。社会处4年前就推广毒击弱势老人，伫个或者是国家安全定位通报设备。出外或者是伫厝内发生代志，二类起就应得到救援。今年佫扩大，那老老照顾或者是共大的人无得照顾的老人，拢会申请，而且家属每个月扣除补助，家己付450，中间收集弱势老人用专业补助。意外的发生的时候，他可以跟家人有联络的机会。子女的话，其实在外县市，那他的父母亲或者是其中的一个长辈在我们台东，我们就鼓励子女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长辈来申请。社会处表示，大东县毒击老人有2000多人，不过目前申请只有400件左右，鼓励符合资格人应提出申请，不过有人希望应扩大一般失智的老人应申请。公视新闻台东报道。来看嘉义阿里山管理处逐档拢会办新木婚礼，嘛已经连续办19档啊。2天一暝婚礼是以原住民的仪式来进行哦。管理处嘛表示讲，希望透过婚礼甲旅行结合的模式，来带动在地产业甲观光的发展。这对走做翁仔某3天前，伫咧阿里山新木的见证之下完成婚礼，嘛伫咧阿里山的火车头翕出来侪侪甜蜜的结婚相片。阿里山管理处办这个活动已经19档啊，逐档拢会邀请15对的新人来到阿里山举办2天一暝的婚礼。包含刚刚说的去小旅行嘛，就是到阿里山逛一些景点玩。因为我本身是那里人，但是我并不会去逛，我反而是透过这次的机会，能够跟着大家一起去玩。阿里山管理处表示，除了会让要结婚的民众通体验原住民的婚礼文化，透过婚礼结合旅游，嘛希望带动在地产业、地方文化甲观光经济发展。是千年的神木下进行证婚，那我们的阿里山神木下婚礼呢，我们还会带入我们的周族婚礼的特色，就是我们会让我们新人穿我们的周族的，就是婚礼周族的服饰，然后来进行就是整个周族的仪式。阿里山管理处嘛表示，为着要保护阿里山的环境，因嘛规定伫咧新木平台，民众是袂当食物件的。希望大家斗阵爱护这片土地，互翁仔某的感情会当像新木共款，久久长长。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大部分的课程拢是古典音乐。今年进修学习班要转型，要来正做流行音乐人才培育基地，那么做伙来了解。用古典音乐常用的法国号、长号等等的乐器，演奏出流行音乐的轻松活泼。流行音乐是真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为着要培育更较侪多元的音乐人才，台艺大音乐系进修学士班要转型打造成流行音乐的培育基地，希望结合业界的资源，帮助学生累积实作的经验。同时也有邀请很多的一个知名业界的这个知名的老师，可以到我们台艺大来。那么在这样的方面的一种传承授课，那同时呢，可以发掘更好的人才，将来在衔接产业的一个部分那都可以到这些业界知名的一个团体工作室，就直接能够无缝接轨的衔接上去。这几年来，愈来愈侪台语歌曲创新多元发展。台艺大音乐系主任也表示，音乐是大家的共同语言，流行音乐是目前的趋势，也正支持学生用无同的语言去创作台湾的 T-pop。像现在 K-pop 韩国的流行音乐是这么在世界这么风行，我们也很希望未来能够创立我们属于自己台湾的 T-pop。台艺大表示，未来进修学士班的课程会包括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等等，希望透过这个转型，通帮助对音乐有兴趣、有热情的人学习累积经验，丰富创作底子。记者张家嘅谢桂林新北报道。
来看卫生福利部统计哦，到去年底为止，全台湾糖尿病人口嘛已经超过250万人咯。糖尿病学会嘛提醒讲，台湾的糖尿病是有少年化的趋势，一寡较少年的朋友哦，病情的恶化是真紧，平均的岁数哦比一般人减少14档。未少少年人爱食高油高糖这4小来疏解压力，平常时搁较无运动，有哪会体重超过标准大考，也增加得到糖尿病风险。有临床医师发现，糖尿病已经有年轻化趋势，无过是老大人的专利。糖尿病年轻化，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啊。那跟体重的增加有非常大的关系。3C 产品的进步，现在生活跟以前的活动量啊，现在人活动量减少。糖尿病学会表示，40岁以前再发现糖尿病患者病情恶化更较紧，并发症风险更较悬。台湾糖尿病年鉴资料显示，65岁诊断出糖尿病。女性平均医病下降0.7年，男性是下降0.1年。那40岁得到糖尿病，女性平均医病下降2.6年，男性下降3.2年。国外研究阁指出，那30岁确诊糖尿病，平均的生命会比一般人减少14年。糖尿病年轻的族群，他在就诊的行为上是比较没有按照规则去就诊来控制糖尿病的，所以未来呢，他跟同年龄的人来比，他死亡率是比较高，而且比较早死亡。根据卫福部统计，到2004年底为止，全台糖尿病人口已经超过250万人，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个人可能是糖尿病患者。医师建议民众保持规律运动，搁定期健康检查，将远离糖尿病威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华视的台语主播林玉珍哦，伊报上20档的台语新闻，今年嘛得到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伊是表示讲，真感谢教育部，讲这是伊报台语新闻20档来上重要的记录。3月好，今日起，那话总那开讲，开始一天的新闻工课，伊是华视的台语主播林玉珍。来5、4、3、2。臭头啊，就是赖痢头，头皮会出油，会流汤，会黏黏。伫这种状况下，若是滴无啊，无啊就会结掉咧。所以讲，臭头啊，滴无啊，结。用上趣味、上好理解的方式报新闻，互乡亲知，这是伊做主播20档来坚持做的代志。我细汉伫南投德山的庄脚大汉，爸爸妈妈甲真侪长辈时代拢是讲台语，但是当时的新闻媒体拢是以华语为主，所以因拢听无看无。我到台北读大学，真侪同学嘛拢敢若会晓听华语，我感觉真可惜。原本台语敢若会晓讲、袂晓写的林玉珍，为着要甲台语传承落去，对罗马拼音、台语字一步一步豆豆啊学，希望甲台语完整的保留落来。对林玉珍来讲，甲华语新闻翻做倒带台语词，是伊工课上上重要的代志。我感觉玉珍姊伊真无简单的所在，就是拄着袂晓的，伊拢已经从真谦虚谦卑的心去甲阮同事每一个人讨论，或者是伊会敲电话去每一个，譬如讲公所啊，希望让当地的人会较清楚。伫同事的眼中，林玉珍是一个顶真自我要求足悬的主管。伊对台语、对新闻的态度嘛感染规个新闻团队。伊讲会当用台语报新闻，是伊捌代志以后的新冠。即届伊摕到教育部114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伊讲伊真感恩，毋但是上幸运的代志，嘛是伊报新闻20档来上重要的印记。记者陈阿雪、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因为香港感染断疫超过1礼拜的88岁天主教的教宗彭世济各，佮继续在断疫治疗。梵蒂冈28嘛发布上新的声明，讲教宗肺部2边拢发炎，目前是搁在观察，也毋过精神状况佮算袂歹。因为教宗目前的健康状况，原本2日举行的公开接见已经取消。梵蒂冈简单的声明表示，教宗短时间内无甲可能出现。真侪梵蒂冈的游客听到这消息，拢赶紧祝福。I think the Pope doesn't die in a hospital, but he will first come back here. I wish for him for a speedy recovery.
梵蒂冈表示，教宗18做断层扫描，显示两边肺部拢发炎，爱另外用药治疗。经过检验、胸坎电光检查，甲伊的临床状况继续出现复杂情形，病情是呼吸道受真侪病原菌感染。虽然安尼，教宗依然有真好的精神状况。Che il Papa non ha febbre, che è in grado di mangiare, che svolge le proprie attività anche di lavoro, no? Continua ad avere e che non c'è un'insufficienza respiratoria. Avere un'idea migliore di quella che è la progressione bisognerà dare almeno 24-48 ore di 教宗大义超过1礼拜完成23伫圣伯多禄大教堂举行的弥撒，也有一位梵蒂冈国级官员主持。梵蒂冈表示，教宗大义的时间按照伊的健康需求来决定。教宗少年时阵因为肺部感染，肺切除一地，所以比一般人搁较会肺部感染。伫做罗马天主教教宗12年之间，捌真侪摆大义，2013年3月都因为肺管炎大义。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全球暖化，热人是愈来愈长哦。即卖是热人的巴西里约，高温是冲到44度，有民众就讲因亲像住伫沙漠，热甲挡袂掉。巴西大城里约8日热乎乎，路上的人唔惊人看到直接烫白体，爱泡日伫遐做事的建筑工人是热甲直接摕水管向头顶压水。Tá ruim, tá bravo. Só tá de 50 graus. Ah não. Só para quem precisa mesmo que tá nessa luta aí。里约的气象资料显示，8日的高温来到摄氏44度，有真侪居民怨叹讲一透早醒来就热甲呛寒，敢若是住伫沙漠当中共款。当局也发出4级的高温警报，呼吁民众尽量莫晒日，并且启动相关的救援措施。Minha recomendação é que toda a população se proteja e evite exposição direta ao sol. A prefeitura hoje tem protocolo bastante estruturado com unidades para realizar hidratações venosas, hidratação oral. Também há reforço nas nossas unidades de urgência e emergência para esse cuidado. 若全球暖化唔拿带来高温，可能要甲鸟鼠生团有关系。最近一项针对全球16个城市所做的研究显示，多数和鸟鼠有关系疫情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美国华盛顿特区上济，再来是旧金山、多伦多、纽约甲阿姆斯特丹。荷兰公卫单位派出专家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除了看居住的环境，要求减少吨喷数，并且找出鸟鼠高入侵的动线甲藏的空间之外，研判气候变迁也可能是鸟鼠变质的原因之一。We now see another factor adding up to what we think is the cause of some complaints, which is wintertime is getting less cold over the years, which means that the rats can reproduce more easy. 专家表示，搁较长的暖冬，互鸟鼠有搁较侪生产时间。母的鸟鼠逐个月会当生几收的，一收就有8只到16只的鸟鼠仔囝。地属鸟鼠愈来愈侪，想要对根本解决问题，恐惊袂当无注意到气候因素。公视新闻张慧斌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